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嘉义。在粉丝的引颈期盼之下，台南第一支职业篮球队台钢猎鹰，特别在休赛季的时候回到台南，举办台钢猎鹰元年首展，展出球队踢完元年的精彩回顾，更将展览现场打造为猎鹰主场，要带领球迷一同感受主场的震撼感。台钢猎鹰职业篮球队结束 T1 元年赛季，特别回到台南举办台钢猎鹰元年特展，在星光三月台南新天地小西门连通道盛大展出，现场精心规划出8大主题展览墙，展览地板更还原成猎鹰主场地面，要带领球迷一同感受猎鹰主场的震撼感。在这个连通道当中呢，除了可以有我们时间轴的展现，也有我们主题在整个赛季主题的展现，还有商品的展现。在这个通道里面呢，都可以让想要认识我们以及已经认识我们的朋友呢，都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台南台钢猎鹰的球队。第一次在百货公司有这个展览，其实对我们球员来说是一个鼓励。对啊，也希望我们可以就是越打越好。台钢猎鹰是台南在地首支职业篮球队，在前阵子不仅签下高雄全家海神队拿下 T1 元年总冠军的戴兰英娜，更有深耕在地领队的加持，让球队为台南打出好成绩。我是台钢猎鹰的领队李宗翰，那同时我的身份也是台南市的议员。过去台南市政府它有类似像这样篮委会的组织来协助篮球的发展，那我们期待更多台南的球员以及喜欢运动篮球的朋友们，可以透过台南市政府以及我们台钢猎鹰投入你喜欢的爱好。没想到台南有一个职业球队可以，让我这个游子可以回家打球。对，然后很期待新的赛季可以为家乡效力。台钢猎鹰为了回馈粉丝，让球迷只要拿球队元年赛季门票到台南星光三月指定餐厅就有独家优惠。另外，只要和展览墙照相并上传脸书或 IG， 并标记官方账号，就可以得到球队准备的纪念品。该展览展出到10月16号，欢迎大家前往星光三月台南新天地参观。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首次主办大型售票演唱会《真爱秀蓝宝石大歌厅》，日前一连2天在海音馆热闹开唱，重磅巨星卡斯登场，好几首充满记忆的经典好歌，还有令人开怀大笑的逗趣访谈，热闹的现场带您来看。经典的马桶盖造型，一看就知道是秀场天王诸葛亮的招牌发型。艺人邵大伦戴起假发和墨镜，穿上一身黄色西装，模仿诸葛亮歌厅秀作为开场表演。旁边还有好几位伴舞女郎，场景就像是早期的歌厅秀。从30日晚间一连2天，真爱秀蓝宝石大歌厅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热闹开唱，多位重磅巨星轮番登场，底下观众嗨翻天。音乐甲走落去。你甲拿宝石大歌厅的关系，我讲。是安那？我捌对拿宝石大歌厅经过，但是迄阵咱做囡仔的时阵吼，嘛伫外口做歌手，但是迄拍数还无够有啊。我都是。你讲门票嘛？酒精嘛，拍数无够。迄阵就是拢咱就有出来咧唱啊，但是拿宝石迄阵是。爬手爱有够管，你才有法度去表演嘛。爬树够高才上得了蓝宝石大歌厅的舞台。在7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的歌厅秀，是老高雄人独特的文化记忆，而那也是一段带动经济起飞的年代。曾经在蓝宝石演出的歌手，来到海音馆的崭新舞台，重新复刻当年的经典表演，把时空瞬间拉回了当年的秀场盛况。谁的人，谁听头，繁华拢是梦。美凤啊，头一摆做秀的时阵吼，就是你这个高雄的拿宝石歌厅，迄当阵歌厅吼，因讲是台湾前音卡巴，所以大家拢会去看秀，啊，所以呢，歌厅门口拢排队，
排很长。那当然后来又因为更景气，所以的西餐厅嘛就这，我拢四界走场。其实你这个今仔节目，今仔这来宾当中，真侪可能吼，就是因足少年的时阵，就你看。歌厅秀啊嘛，带因的囡仔去，因囡仔今嘛可能大汉啦。蓝宝石是许多人心中的回忆，而这次集结了许多大咖歌手齐聚一堂，也仿佛带大家回到了秀场时期。穿上华丽的服装，一连带来好几首经典的歌曲，为观众带来了既精彩又美好的夜晚。记者高雄综合报道。接着下来带您看到的是位在鼓山哈马星拥有90年历史的红砖街屋，经过重新修复之后正式对外开放。除了展现历史风华之外，更是集结了高雄的特色物产和限定商品，展现青年设计师进入农村导入参与式共创设计的成果。欢迎光临山海商号旗街限定小卖所，这边有非常多的高雄商品等你来哦。来到红砖街屋的山海商号，里面展售的都是限量的寻贵商品，是青年设计师来到农村，萃取社区产业文化底蕴和创意内涵，在商品设计和包装上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那个果酱的话，也是就是也是在地做。手工饼干啊，或者是果酱面包的店家叫 Laker， 他有特别为了这边就是开发这样子的果酱，然后周末期间就6日的话，也都会在不同口味的面包出炉。这一栋红砖街屋位在鼓山哈马星，90年前日治时期的高雄港式展览会就是从哈马星出发。为了迎接台湾文博会和台湾设计展，市府文化局将街屋进行修复，并且以地方物产设计为题，首度对外开放。我们把这6个场域的最精华的，透过策展的手法、设计能量的展现，在这一次呈现出来。那我们今天所在这个红砖街屋呢，它其实是当时90年前昭和时代那个红砖街屋的呈现，当时整个港区运输果菜整个运输产业重要的一个据点。当时的街屋很难得在这一条街上，目前保留最完整是这个5联栋的红砖街屋。山海商号红砖街屋重现昭和年代台湾庶民生活，不只是地方物产设计展，也是物产直卖所，包括永安、鹅阿寮和旗山、六龟及茂林、那玛夏6个社区，山海平原超过300项特色物产，可以说是包山包海。六龟宝来人文协会这次也有特别为我们这个期间限定有做了一个宝来桃的那个秋海藤图腾的马克杯，然后这个是我们藤枝国家园区那边特有的植物，对不对？要做这样子的图腾，这样。其实陈市长上任以来非常在意的是我们在农产品的这一块的推广所以设计怎么去介入翻转社区跟农会，来帮他们在产品这一块有一个比较好的呈现，而且可以呈现它文化的底蕴。来到红砖街屋，可以看物产设计展览，购买来自高雄各地的物产伴手礼，还可以动手体验限定商品和各场次活动，名额不多，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网预约。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高雄炎夏的假日午后，大批亲子人潮涌入位在高雄亚湾区的港湾一旁公园。公园内有着各项新颖的设施，让大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这就是刚开幕的中游海洋公园。高雄炎夏日的午后，港湾吹来些许凉风，而此时也渐渐出现亲子人潮。经记者询问后，都是慕名而来看新开幕的中游海洋公园。我们是早就知道，就是一直在等它，从4月份等到现在。期待很久，期待很久很久了。他想要新设施的话，这个设施蛮不错啦，因为高雄很少有这个设施。左营区，怎么会是特别从左营来到前镇这边？网络上看到的，很可爱。对，而且设施很安全。加油，加油！海洋公园就位在高雄软体科技园区的后方，新颖的游乐设施让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其中亲子共乐的荡秋千，更是满满排队民众想要体验不一样的互动感觉。这个没有第一次看过，还不错啊，这个还不错，这还蛮不错的啊，因为高雄市内很少有这种这么大型、这么多设施可以一起带小孩来玩，而且附近也都很方便，就可以看到海边啊。对啊，弟弟妹妹喜不喜欢？喜欢。
符合在地海湾特色的寻宝船造型，小朋友在里面钻来钻去，玩得非常开心。满身大汗下，口渴了就向家长要水喝。午后的太阳虽然减少了些许热度，但也苦了一旁等待的家长，纷纷站在树荫下来躲避炙热的阳光。小孩子还在这里玩，我们还是会跟着他走啊。我是希望我们会今天就是有一个凉体，就是有一个遮阴的地方，这样的话小孩玩的话也不会那么热。因为小孩爬上去的时候，哦，我头都晕了。应该停车的话要停在星光那边啦，因为导航会叫你从复兴路进来。对啊，然后那个木头上好像有一点会割人，要注意一下。还有那个石头太碎了。目前高雄陆续在各区建置共荣式特色公园，新奇独特的造型吸引了大批民众前往朝圣。而市府单位可能也要详加思考，因应气候关系，在周边是否加盖遮阴的设备，让小孩发泄精力的同时，辛苦的家长们也可以好好的在一旁有休憩的空档及空间。记者李嘉龙高雄采访报道。每到夏天，就是位在台南的台江国家公园保育陆蟹和台湾岸蝉的时节，同时也是推广生态教育活动最好的时机。今年云嘉南管理处特别结合社区规划游程，透过培训在地民众和学生，可以带领游客进行台江生态导览。为台南市城西里西侧的海岸线，因为布满防风林、人烟罕至，所以6到8月提供很多可以脱离水域生活的陆蟹很好栖息的环境，也是它们繁殖的旺季。所以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从去年开始就和社区合作开发生态游程，同时训练一群志工来夜间导览，共同教育并守护台江珍贵的环境。就是观察螃蟹下来，然后发现西岸边其实还蛮多垃圾的，然后螃蟹其实也还蛮多的，但是都是很小的，然后我就没有戴望远镜，就是看不清楚，所以其实有蛮多的都没有观察到，蛮可惜。其实就是来观察一下我们台江有丰富的这个台湾岸蝉，也是台湾特有种，还有我们的陆蟹那陆蟹这边也是我们台湾分布最多，而且它体型最大的很有在地很特殊的一个陆蟹那希望说能带领由当地的民众当解说员来带领我们这边民众来了解这边的生态。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希望透过和在地密切的合作，日后让社区可以置办生态旅游，形成地方的特色。记者顾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台湾的石斑鱼因为药检的问题遭到中国暂停销售。高雄市议员宋立彬要求市府协助渔民改善水质，养殖学者则鼓励渔民养殖高抗病的石斑鱼，以减少用药。养殖石斑鱼需要大量的海水，但是海水里的病菌和杂质相当多，增加养殖用药的风险。高雄市议员宋立彬指出，永安区一带虽然有中油提供的钻石水，但并不是所有的养殖户都能够取得，希望市府协助解决。要饲好鱼要搞好水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市政府或者是我们的政府应该去给予更好的一个水质，让我们的养殖业者在水质上能取得更完备的、完善的一个取得。那也会减少这个水质的变化，也会减少这个用药的问题。目前我们在跟渔业署这里也都有持续的来做一些密切的沟通哦。那请渔业署这边也协助我们提供一些补助经费，来继续的完成后续的一些 LNG 水源的一个建制。不过，宋议员和养殖学者都强调，目前渔民在使用药物的部分都相当的成熟，会详细评估用药的须知。养殖界也培育出高抗病的石斑鱼鱼种，相关的技术也会协助推广。近期在我们产官学共同努力的一个研发，其实不太会有这种药物过量的一个问题。我们透过一个益生菌的一个使用，以及我们的一个停料，可以达到相当高的育成率。那目前也很多业者已经有20%。已经可以达到无用药，那其他是对这相关技术，我们还持续在推广当中。至于高雄的石斑鱼无法销售到中国的产量，高雄市海洋局推出奖励销售补助方案，总金额达到600万元，也会协助拓展到其他国家的销售管道。
针对于我们的石斑鱼，如果说它养成以后，它去销售，我们每公斤给予20块钱的一些补助哈。那我们目前有提供600万元的一些经费的补助。那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多去做好的配套，能让这个能力更完善，让每个国家吃到石斑鱼，但每个国家吃的用法又不一样。当然来讲，我们政府要去了解每个国家所喜欢吃的吃法与他喜欢煮的方法，来帮助业者行销到各国去。这样，渔民辛苦养殖的石斑鱼却面临中国暂停销售的情形。除了拓展其他国家的销售之外，也应该在用药部分协助改善。有好品质的渔产，就不怕没有人买。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为了推广青年的艺术创作，台南生活美学馆今年为期3次的展览，摆脱一般只是书画和雕塑的创作。这回第2档的展览就很不一样，用本土的语言讲话作为主题，希望透过艺术创作来寻求自我认同。台南生活美学馆将原本民众阅报的空间活化，变成青年艺术家展演的舞台，并透过1年3次的视觉艺术培力计划，邀请资深艺术家带领新人共同展出。开幕仪式当中，馆长也亲自出席颁发感谢状，邀请民众来感受这群艺术家的用心。这个空间的转型，我觉得提供给年轻的艺术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那也支持我们年轻的艺术家呢，可以跟资深的艺术家一起学习，然后呢，在当代艺术的策展上，如何布置自己的作品，把自己的想法呢，来跟民众沟通。或许眼前用气泡布和胶带的创作会令人感觉是一堆废弃物，其实创作者就是用包装来解放他内心的怨气。这次许多的艺术创作展，不管是原住民影像记录来找寻自我文化认同，或者是多元形态和内容的呈现，都是希望用自己的腔调来说话。开幕首日也吸引许多民众来参观，了解说好像事情有很多不一样的面向，或者是说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某些东西我自己也很喜欢，就可以借此就是找到自己的兴趣，对，然后或者是说它就是一个休闲的活动，因为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跟你平常生活中不一样的氛围。这展览是想介绍，就是除了我们传统上我们对艺术的经验比较多是绘画跟雕塑嘛，那特别是在台南我们对绘画雕塑以外的艺术形式就不熟悉。那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就是试着介绍更多就是不同形态的艺术。他这次就展出他把这些空虚包装起来，来回应他对于这个他从事艺术创作的过程的学习跟生产当中的一句话选回来。所以他不是用绘画，他不是用雕塑，他是用一个某种比较带观念性或者某种行为的实践去做出了一个形态来展现它的概念。该展览一直持续到9月3号，邀请民众一起来欣赏、感受这群艺术家的内心世界。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乐琴是台湾独有的乐器，虽然只有2根弦，音域也不够广，但是还是可以弹唱各式的曲风。港都社区大学就开设一堂乐琴自弹自唱的课程，学员们都对乐琴情有独钟，不但装点心爱的乐琴琴声，还能自创许多乐曲，将乐琴技艺传承下去。老师和学员一起用乐琴合奏《望春风》和《四季红》，让这2首台湾歌谣听起来更有韵味。因为乐琴正好是发源于屏东恒春的乐器，几位出身恒春的学员对乐琴情有独钟，还在心爱的乐琴琴身上做了特别的装点，就是灰面鸠还有那个城墙吧，对，古墙来作为背景，然后他就自己帮我设计的，对，所以就是可以显现出我们乐琴的发源地就是在恒春。虽然乐琴在学习推广上不见得是一般学员的首选，不过在电影《血观音》和陈达、陈明章等多位音乐人的推广和感召之下，这一班的学员仍然努力的学习，突破乐琴本身的限制，创作出许多多元的曲风。做这个杨秀清的老师的上
我就看到伊伫迄个电影内底咧念歌，啊，原来发现着讲，哦，原来这支乐琴就是代表咱台湾的唯一的一支乐器。那我觉得乐琴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说它可以自己创作。比如说我自己想要唱什么，我就把琴拿起来，然后它也没有固定的调，我自己就可以很随性的唱。陈达他将这把乐琴变成谭恒春民谣，变成台湾的布鲁斯。台湾的布鲁斯就是那种很好像黑人那种音乐，就是陈达已经把它对，已经把它发挥出来，就好像印度的西塔琴一样。为了传承推广乐琴这项传统技艺，港都社区大学近年来持续开设乐琴自弹自唱的课程。黄老师也希望这项台湾独有的乐器能够在台湾其他地方推广，弹唱出台湾独有的音乐曲调。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把一些比较难得的技艺都放进我们的那个课程里面。对，那所以我们这次除了就是乐琴以外，我们还会有就是萨克斯风啊、小提琴啊，所以诸如此类的一些技能类。所以又回归弹旋律，然后配上就是说有长音长拍的地方，你再加花一下，就是填音一下，这样会更丰富。或者是在旋律里面自己去变奏。这样子听起来也是非常好听。乐琴的造型简单，音色也很朴实，搭配念歌的表现形式，可以很随性的自由创作。借由社区大学的课程，将乐琴这项技艺在社区中传承。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中秋节是国人最重视的4大传统节日之一，不少民众在这个时候都会吃月饼应景。台南的一间酒店今年就特别研发出新口味，甚至连豆腐乳都拿来当内馅，口感究竟如何呢？透过报道一起来了解。台糖长荣酒店今年的月饼口味很特别，先不跟客人讲是什么口味，让他自己试试看。然后好像有点酸酸，那是什么口味啊？就是有别于一般就是甜嘛，要不然就是咸这样子。有别以往，不是甜就是咸。这次的月饼又多了一点点酸的口感，到底是什么呢？换另外一位先生试看看。哦，对，是那个味道，豆腐乳的味道，咸咸的味道。你会觉得这样豆腐乳跟月饼搭在一起，会不会觉得很怪不搭？还好还蛮调和的。没有要忙。对啦，就是我们吃粥最爱配的豆腐乳啦。饭店运用巧思与创意，大胆将豆腐乳融入在月饼内馅，制作出豆腐乳红藜麦坚果的月饼。口味确实不错吃，而且除了豆腐乳月饼，其他的还有经典不败款金沙酥、莲蓉蛋黄，以及健康养生的黑蒜芝麻流沙、玫瑰荔枝蔓越莓马吉等口味。特别的设计是保有传统，有些枣泥蛋黄那还有那个莲蓉蛋黄跟枣泥核桃这个保有传统。那去年反应相当不错的，像用在地的食材，用凤梨跟无花果所做出来，受到好评。还有包括我们去年用彰化的黑蒜跟芝麻做出来，也受到好评。那今年我们特别在创造新的那个品牌，那就是也是利用在地的食材去做，一个是用玫瑰荔枝。还有麻糬做出来的，比较属于大众化，年轻人都可以接受。另外还有用在地的黑糖，台糖的黑糖跟地瓜所做成的。另外有一款蛮特殊的，就是用这个豆腐乳，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豆腐乳当用豆腐乳去把它搅成泥状的时候，马上去做月饼。月饼其实它的口味有点带咸，还有带点甜度。台糖长荣酒店2022的中秋礼盒。内容包含传统经典、健康养生以及创意搭配等8款月饼，希望一个礼盒就能够满足各个世代的口味需求。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台南一名20岁的女大生，今年初因为突然发生忧郁症以及学习障碍的问题，并且出现四肢颤抖、吞咽困难。后来经过奇美医学中心诊断，确定是罕见威尔森氏病症。后来经过用药控制，并且进行低酮饮食，才终于渐渐的得到趋缓。奇美医学中心胃肠肝胆科医师杨俊奇表示，威尔森氏症是一种铜离子代谢异常的遗传性疾病，盛行率大约3万分之1，在台湾估计大约有400名罹患这种罕见疾病。
因为这种疾病一开始并不容易被诊断，铜离子无法代谢，容易堆积在体内，造成肝脏和脑部等器官的伤害。威尔森氏症是一个铜代谢异常的疾病，那因为它会把体内过度的铜离子会堆积在脑部跟肝脏的地方，所以大概有一半的病人会以肝脏异常、肝炎的状况来表现。那另外有一半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神经学的症状，像是这个动作失常、记忆力不全，甚至连走路或者是吞咽都会出现困难。那有一部分的病人，大概30%左右的病人会出现一些精神科的症状，像是忧郁症或是人格变化的情形，那都是他比较常见的一些表现。因为这个是一个基因遗传的疾病，所以他一辈子都需要服用铜螯合的药物，来减少体内过度堆积的铜。那另外也要去遵守一些低铜的饮食。那因为我们的食物里面包括说一些内脏类或者是一些这个海鲜、贝类这些东西，都含有蛮丰富的铜。那甜食的话，像是巧克力、可可、咖喱粉这样的调味粉里面也有很多铜的成分在。所以它都需要遵守一些低铜的饮食来减少铜的摄取，然后才能让症状慢慢的缓解下来。医师表示，及早确定威尔森氏症即能接受药物的治疗，阻止疾病的持续恶化。不过，在药物治疗上，必须终身服药，才能持续将铜从体内排出。不过，因为铜螯合药物使用者少，有些医院不一定会备药，因此奇美医学中心跨团队设立遗传咨询中心，提供罕见疾病的咨询与照护服务。希望提供罕病患者与家属充分的资讯与治疗。记者林根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嘉义，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再会。